可唔可以唔好再諗嗰個女人呢？突然病了的話，未能赴約的話，佢俾人打，嚴唔嚴重啊？你可否一個符號嗎？究竟你幾時先醒返啊？我可否知你還好嗎？黐線！日前問你的話，目前未達到嗎？需三思嗎？你應該想發人心聲。而家火爆嘅樣，我即管等到無止境。等你。假使我凌晨傳出的心意不夠你共鳴，都不必苦惱，明晨仍可講聲你好。你點解喺度㗎？如果很喜歡也可以吞吞吐，如果不喜歡也可以不必透露，這一種愛慕不必很過度，不清不楚剛剛好，寧願真心話你一世不宣佈，寧願忐忑的我不會傷心過多，寧願一天一句問好，餘下篇幅不需奉告。我要佢對我另眼相看，對我五體投地，佩服我。這種愛原來無招剔好去，使答案確定，清晰到恐怖，朦朧藍色彷彿更好。如果很喜歡也可以吞吞吐，如果不喜歡也可以不必透露，這一種愛慕不必很過度，不清不楚剛剛好，寧願真心話你一世不宣佈，寧願忐忑的我不會傷心過多，寧願一天一句問好，餘下篇幅不需奉告，留白不等於很離譜，期待比分手收場好，寫信可以不寫句號，食飯嘅孩子中，我全部都諗起佢，我真係好憎我依家呢種狀態有時自信或不算高，我亦每日過得更好，甚至天天找新嗜好。咁你而家想點啊？我呢就，哎呀，我而家好亂啊！如果很喜歡也可以吞吞吐，如果不喜歡也可以不必透露，不必多兩步，不必少兩步，彼此之間剛剛好，寧願真心話我心裏早猜到，寧願忐忑的我揀我方式愛慕，要一生一世問候，誰話不可天荒地老？放上先，你究竟想話咩？就覺得你長頭髮啦，氣場又似我，咁咪唔小心中意咗你啫。